香港防火案发生火灾，上报128个人死亡。香港政府当日建议，未来规定应该爱用纸啊，袂当用竹啊。婚龄适当的翁仔某，伫个阿布达比机场转机的时阵，适当的查甫人互带走，2倍半暝互放出来，讲含通缉犯的是共名共姓，才会去用掠。中国海警行早起，搁再用上太执法巡查名机接近金门外海，穿过限制水域。但是海巡表示讲，中国是故意来骚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香港大埔的防火案2日发生火灾，上报有128个人死亡，79人受伤，200人状况不明。香港特首李家超昨日表示讲呢，这香港政府当咧建议，未来要规定这应该爱用铁啊，袂当用竹啊。有人是认为讲，可能是用竹啊，火才会拖遐尼紧；也有人认为讲，这防窗仔门的玻璃拢帮含尼龙的防护网啊，这是高导火物件，才会引起遐尼大的火。这场大火一了夺走亲人的性命，爱听气氛充满伫排队指认遗体队伍内底。上界残忍的是，搁再安怎悲伤，也是详细去看迄一张由消防员所翕来罹难者相片。 Just recognize some picture is in maybe my body's of my dad because my body is still missing here. 也来伫寒冷的气温中也温暖，不少民众伫铁路中心边的观景站捐出衫裤、毯仔、鞋仔，也有食物，这提供协助的手，互灾民伫汹涌而来的困难中感受真大的帮助。係啊，人哋俾你佢幾感動㗎，你哋冇得做㗎嘛？我今日需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 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要問我冇得運噶嘛。伫超過43點鐘，遮久的時間拍火了後，香港消防處2日早起宣布，這場5級大火已經大致上拍熄，並且進行撲破搜查，確保無人員滯留。對於衛星相片來看，原本豪華的白色防火網，正7棟災情嚴重的31層大樓，已經燒甲攏烏打去啊！歪斜倒落來，竹仔搭起來應價，更加為這場世紀災難留下真多疑問。 27日記者會，香港特首李家超講，未來建議該採用一個金屬嘅應記。政府亦都已經係即時進行分批巡查，全港正係進行外牆大維修而有搭建棚架保護網嘅樓宇。發展局亦都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推進金屬棚架去取代 竹棚架嘅路線圖。竹棚也就是台灣所講嘅竹仔搭起來應架，伊嘅使用至少會使追溯到2000年前嘅漢朝。香港建築界100年來一直咧使用，包含興建上屆有指標性嘅摩天大樓、匯豐銀行總行在內。棚架咧，其實喺香港好適合一啲狹窄嘅位置，同埋一啲高樓大廈，唔同分野好大嘅位置。棚架任何地方我哋都可以搭建。 即擺災害不少人甲原因起向竹仔搭應架，因為這款已經不少人講賣閣再採用啊。不過也有不少民眾甲專家甲事故歸因是尼龍的防護網，加真濟家對外窗仔封起來玻璃龍幫啊。根據香港媒體報道，初步資料研判應該是防槍具較下較層的防護網上早導火，玻璃龍的幫啊是造成火勢真緊斷開，並且受到其他的建築。因若竹仔搭起來應架導火，互燒燈的竹仔飛落落去，又閣去引導其他的防護網，互火勢暫時失去控制，造成香港77年來上屆嚴重的火災。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 香港政府為了要趕緊搜救2日早起9點，對這7棟大火燒的大樓，逐戶攏去甲門撬開，要找找聯絡袂到住戶，已經有找超過1800戶。也因為有一寡所在溫度也閣是傷過懸，是無法度入去找。另外有多生的住戶，即係受災戶等等呢，暫時安置佇咧附近的賣場、學校，也閣臨時庇護中心。香港市民也攏捐真濟物資出來，要幫助因渡過難關。 破火行動雖然已經第2項完成，不過不時也看到大樓呈現出來。香港大埔防火案大火炭燒超過1天，消防處講破壞滅火工作已經要完成。所落來重點是入去7棟受災大樓的每一站每一戶，確定敢閣有受傷的人或者是屍體無出來。為了要減少結果風險，互搜救人員甲搜救狗會當趕緊入去。工程人員2倍透早開始，用受控制爆破的方式，一戶一戶甲門壁甲門傾講破，趕佇黃金時間內看敢找到人。因過半世攏是屍體，有消防員身體無爽快。希望仲可以救得多啲人出嚟啦，係啊，係咯。咁其實都盡咗力㗎啦，我覺得係啊，消防員都做咗好多嘢，咁都
係咯。咁即係呢啲咁大嘅災難都冇乜嘢可以講咯，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唔想。大火發生了，附近的大樓居民趕緊撤離，有人住伫咧社區中心甲學校，也有人住伫咧附近的商場、航路店門口，攏是臨時的床租甲簡單的行李，為毯仔踩伫咧邊啊，大家用手機啊看上新的消息。但是火若炭開，無法度擱再登記厝內，港府宣布將會動用緊急基金協助受災家庭支付臨時住宿加生活費用，而且全面檢查全香港即馬正佇咧進行嘅維修大樓工程，檢討竹棚、用架啊加防火網嘅防火安全。面對80年來上嚴重嘅火災，真濟人講面對困境，大家互相鬥相共，一方有難北方支援，是這座城市上珍貴嘅力量。好感動啊！你哋係有人哋俾你，佢幾感動啊！你哋冇得做噶嘛？我今日誰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要問我冇得運噶嘛，我做黃風人噶嘛地道。香港人其實係好強同埋好有愛咯！一發生呢件事，好多區嘅網上面可以見到好多區嘅人都不斷聲援話有物資可以送過嚟，有物資咁可以送過嚟。消防單位所落來愛處理的是困難的搜救加調查工作，對失去家園的居民來講，安怎重建生活將會是一場正長正辛苦的考驗。公司新聞陳偉林編輯。人講水火無情，來看這台北市昨暗7點外呢，艋舺香河市場一棟鐵柱熊熊大火燒，加在警消人員隨來拍火，這導火原因佫需要調查。台北市長蔣萬安早起就召開下局處會議，要求強化公安防護、消防安全，針對舊社區進行稽查。消防人員佇巷仔路右黃色紅色線邊仔面街幾落號的鐵柱頂，火燒甲攏烏起變形。雖然火已經拍花，毋過現場也闻得到真重的臭火大味。附近居民回想火災迄當時，心也真驚。想說應該一下就滅，然後沒想到越來越嚴重，然後又而且這邊是鐵皮屋，所以燒的時候會很快。這個火災是27暗時7點外發生的。台北市艋舺香河市場的一棟鐵柱建物傳出火災，因為當地巷仔路正下，佮因為風正透，火燒甲正猛。好在在警消緝捕了後，有水線搶救。主體扣燒着的陳先生伊講，因為伊住2樓，差不多攏燒毀，即馬無水無電，安怎善後甲求償，伊感覺真無奈。不過好在邊仔的國小附設幼兒園無災損。1樓是都是水，樓上他媽全部燒光了嘛？你看這裡，對不對？樓上全部燒光了啦。因為消防隊也來得非常及時，所以呢，火勢就控制在民宅那邊，並沒有延燒到學校幼兒園的範圍。因為香港早拄啊發生防火灣大火，造成嚴重傷亡。台北市嘛發生火災事故，台北市長蔣萬安2日早起召開跨局處會議，特別要求強化公安防護加消防安全。今天我們召開跨局會議，就是以強化公共安全防護為主題，特別針對建築物施工安全管理，還有消防安全逃生動線等等。那我們也會全面的來加強。蔣萬安講，會針對轄區內建物施工安全管理、消防安全導線動線等全面加強，也係針對老舊社區集合式主題進行稽查。但是香河市場的火災造成一個60多歲查某人受傷，意識清醒，互人送去病院救治。詳細導火原因也由台監視人員調查清楚。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出國歡歡喜喜，為什麼臨時紅掠去關呢？這雲林縣聖誕的翁仔某23去到中東旅遊，佇咧阿布達比機場轉機的時陣，這聖誕的查甫人護顧的武裝人員帶走3天。伊的太太是世界特救兵，27知影講，伊的翁婿被帶去杜拜的警察局，佮再經由這杜拜辦事處和民代協助，伊的翁婿佇咧當地時間2月半暝1點外被放出來。那這個聖誕的查甫人講，是伊的名含這通緝嫌犯的名共生，才紅掠。詳細原因，敢真正是安尼死呢？咱的外交部主廚也佫佇咧釐清。台灣時間2月早起6點，杜拜當地時間透早1點左右，但太太透過賴群組向媒體說明，因翁已經平安出來的消息。不過身軀頂頭無護照行李，目前無法度住飯店，向駐杜拜台北辦事處討救，然後加安排暫住辦事處人員引導。住宿在杜拜時間11月28日凌晨1點半，接獲家屬電告，當事人已獲警方釋放。由於11月29日至12月2日是杜拜國定假日，所以當事人仍需在12月3號回警局報到，以辦理解除旅行禁令。
外交部讲，家属通知陈先生平安出来了后，即时联络陈先生，先安排伊的住宿，后续的提供旅游文件等协助。不过目前陈先生婚礼的原因，我了解。对此，立委张家军表示讲，希望外交部爱持续追究原因，甲提供相关的协助。外交部可以持续的为这个陈先生来协助，因为这也有国际人权的问题，包括是不是有这个法律公平程序的问题哦。我希望就是外交部能够尽速的厘清之外呢，假设这是一个误会哦，我觉得这个阿布达比的警方哦也应该对台湾道歉哦。但太太嘛讲，因为因翁目前所有物件拢互扣留，上紧来等到12月初3去当地警察局报到。再当甲个人的证件、行李领回来，希望外交部在这段时间内会当继续协助安排伊住宿一寡代志，让这个事件会当平安来结束。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国籍法修法，要让中国配偶伫台湾参政，并放弃国籍。今仔日伫个立法院议会一读交付委员会审查，针对这件代志呢，总统赖清德表示，无必要特别去修国籍法，免除中国配偶对中华民国的终身责任，呼吁提案的立委就爱三思。另外，同款是中国配偶的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徐春英，曾因为涉嫌犯诈欺银行法、反渗透法等罪，放羁押禁罪。中国配偶参政一直伫议论，国民党团提出国籍法修法，规定大陆地区人民参选公职，无适用国籍法，放弃国籍规定。2月伫立法议会一读交付委员会审查，对这代志，总统赖清德发声，呼吁提案立委应该三思。不要爱之是足以害之，没有必要去修订国籍法，要特别免除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对中华民国的单一忠诚的责任。一旦修法成功，只不过是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会增加疑虑而已，这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和谐是没有进步的。行政院都用提讲，若商量国籍担任公职，会有双重效忠疑虑。不过条约看法无共，后续一定会个引起激烈攻防。起头就是在于你内政部先做了所有的解释，给这些人解职，我们只好补破网，我们是在帮助你。台湾的国家安全有相当大的影响，然后到时候如果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那谁能确保这个人员他是站在台湾这边，而不是站在中共那一边？本身是中国配偶的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徐春英，因为涉犯诈欺银行法、反渗透法这个罪，予新北检裁定羁押禁见。听讲反渗透法的部分，是因为徐春英涉嫌接受中国人士赞助，替2024竞选总统的郭文铁，加2022竞选台北市长黄珊珊徛台甲做事。他愿意支持我。支持柯文哲主席，这是我觉得我们争取各界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说他接受指示、受人资助，这需要拿出具体的证据。我想在任何人没有被定罪之前，都是无罪推定。民众党团讲，在相关事情无完整公开的情况下，各界无应该以这么严厉指控未审先判，支持徐春英依法捍卫家己的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积电的前副总罗威林走去 Intel 食头路，引起机密外漏的风险，国家安全等记录。台湾国检署立即指挥调查局去敲罗威林的徛家，查扣电脑、随身碟等证物，另外也申请扣押罗威林的股票、不动产核准。在新竹的高条大楼是台积电前资深副总经理罗威仁的徛家。台湾高检署日指挥调查局敲找罗威仁的自己所，甲电脑和便查这证物扣走，迈向地上法院申请扣押罗威仁的股票不动产准啊。根据了解，罗威仁今年10月已经出境去到美国，虽然讲无排除后壁传罗威仁到案，不过外界分析，因为罗威仁有美国籍，而且伊即摆人嘛已经登去到美国，就算是未来互判刑嘛无啥物好惊的。他如果他在外面，那就是你传唤他不到，你最多通缉他的所在国。如果是没有这么积极的配合，要把这个人遣送回来的话，那你确实也拿他就是没有办法。
律师嘛讲，这个案件牵涉到下国制裁权，加上下国的司法管辖权，在执行上确实是有难度。Intel 27日发声明否认台积电对多位人漏涉商业机密的指控，强调全力支持多位人来加入。外国媒体嘛质疑讲，台湾法院的判决敢会当在美国强制执行？各位安怎要求 Intel 将判决退还国家主管？原则上，判决是会依据美国他们各州是否承认说，对于外国的法的判决，我们承认与否。纵使我承认了，那最后被执行的时候是否能够执行？但又同时纵然可以执行，但它又牵涉到说，半导体现在正是美国要发展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他们愿意配合吗？律师嘛进一步表示讲，对台积电来讲，困难点是若要证明多位人漏涉秘密，就要先讲出家己的机密，安尼刷落来判决，恐惊会变作公开资料。嘛因为安尼，台积电即马是采取较保守处理的方式，是以违反竞业禁止这种较解决的方式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拍算要甲运动部争取11亿的经费，要来甲因补助，甲这公园内面的体育馆改做互顾青人使用的小巨蛋。不过，这个体育团体是认为讲，就算改建这运动空间也是不够的，希望若要起这小巨蛋，就要另外找土地。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早起到宜兰运动公园视察，因为去年兴建完成的风雨篮球场无够使用，低速篮球加皮克球这项目要算煞完价，所以县政府就规划4500万，在运动公园内兴建多元运动球场，和皮克球、羽毛球这项目会当使用。我们去年完成的这个在宜兰运动公园10座的这个太阳能光电球场，罗东有6座的太阳能光电球场。这个都不敷使用。照去年风雨球场成功的经验，我们希望赶办在115年底来进行完工。宜兰室内运动活动空间无够，一直引起民怨。演过95人伫运动公园运动场办演唱会，却因为落大雨影响，互地方呼吁县政府赶紧兴建小巨蛋场馆。要算柔术球落雨无位通去，敢来当使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走廊空间。县政府为了回应民众诉求，计划把这个已经40年历史的体育馆改造会当有5000人使用的小巨蛋，一定每年向运动部争取11亿的补助。那我们希望未来空间上可以增加到5000席以上。那活动那个室内的空间增加，也可以增加未来的使用的一个效率。就原地也在重建，可能不太够。都不太够。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另外再找地方再改。对。不过，体育团体认为，总共改建体育馆，室内运动空间也是无够，希望县政府会当规划另外所在兴建的小巨蛋，整座馆内会当有更侪人入来的场所。县政府表示，即摆先以完成体育馆的计划为主，是不是另外找所在兴建会阁研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食酒果菜车等于是无甲别人的性命放在眼内。这新德市的建华国中一个51岁大班的交通车司机，伫咧接送囡仔去读册过程当中，去压着别台轿车，警方依照规定咧进行酒测，想袂到验出讲，这个司机竟然啉酒塞车去载囡仔，加在车顶18学生无人受伤。后续新德市政府也会对这个司机进行裁罚，也要求每一间学校永远袂当用这名司机。头前也去踢车，这台游览车煞继续向前驶，过程中无细离去弄着边仔等红灯的轿车。事故发生了后，警方发现司机唔但有啉酒，而且这台竟然是学校载学生上课的交通车，好在在车顶18个学生无人受伤。校车是载着我们小朋友去上学的车子，那怎么会让校车都没有一个安全的检查嘛？让这样子酒驾的司机载着学生去上学，把我们小朋友的安全放在哪里？太扯了吧！为什么喝酒还要开车？而且我小孩安全谁来顾啊？他是校车司机耶，夸张！大客车驾驶经本队同仁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台湾新竹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后，引起家长甲民众关心。新德市政府指出，目前已经发动裁罚庭书，而且要求学校加强交通车管理，针对违规驾驶的部分，也要求学校永远袂当可用。那后续是否将会针对所有有交通车跟校车业务的学校进行加强的宣导与管理？也会要求该违规公司每天对交通车的司机进行酒测，并回报是否进行列管，以加强学生的安全。
违规的司机我们誓不将永不录用。校方面表示，当讲代志发生的时，校长就赶到现场，除了安踏学生的情绪，把带学生用行的赶去学校上课。未来会专门检视交通车状况，确保学生安全。记者杜文和新潮报道。南投县环保局今年伫个草屯南投顶北乡镇市设9支固定式的声音翕相机，目前全县已经开600多张的这个发单路，其中草屯中正路的处理件数上介济，有184件。当地人虽然肯定这款的做法，不过也讲一寡车主发唔惊，假日时啊，这半暝有关伫遐驾车。半暝啊，去机车沿东港的声音真吵，定定吵着民众休困。南投县环保局有伫几内乡镇设声音翕相设备，掠噪音。其中草屯中正路处地噪音罚单上济。当地人表示，虽然驾车状况有改善，不过拜五、拜六暗11点过后，也是定定有机车、汽车咧驾车。到暗时11点过，才就红车顶就无啊嘛，无啊，迄个时段。哦，迄那飙车族的吼，后头摆沿东讲做大声的，拢伫遮徛来徛去，啊，搁车嘛有。啊，当然装较好啦，啊是讲上好是看有遐飙车族，警察安尼会方知来甲开。南投县环保局今年咧南投草屯民间，在龙总8乡镇设置9支固定式声音科技执法设备。9个月落来，全县拢总发629件，罚金有160万左右。环保局表示，年底拍算搁增加3支，会向仁爱乡、信义乡和第三顶。车辆尽量爱保养维护好，唔好互伊沿东港破去制造遮大的噪音。啊，另外要改车的车主啊，咱嘛爱合法的来改车，唔好改甲变叫。环保局表示，针对民众反映暗时较吵的路段。环保局也会配合警察局加强临检，也若有设声音翕相机的路段，拢会有告示牌提醒。罚金上悬到3600块。南投县环保局提醒，莫超速、莫改装汽机车，嘛唔通大力甲油门吹落去，就袂食罚单。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中国海警今日早起，搁再用上太级发巡载名机接近金门外海，穿过限制水域。咱的海巡人员除了监控，也公布驱离，表示这中国是故意来骚扰，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个时间点拄好是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之后，那这种政府呢宣布要投入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野党拢希望这总统呢会当来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呼叫中国海警146弄3，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中国海警28伫咱金门海峡出现4架船2架一组排敌的方式航行，咱国海警随对地监控，公布赶走，各公布执法的画面，批评中国用海警船加工执法巡载面机穿过金门限制水域，变做间接的侵扰。透过网站9月底以来，中国官方头一摆公布，福建海警要加强金门附近海域的管控力度。时间点特别，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佮宣布2项国安行动方案了后，那是赖总统宣布政府要提出一项8年40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胡那白拢话声，应该邀请总统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明年国防的支出其实是破兆。相当于我们的国家总预算的3-4成，这个会不会排挤掉我们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或者是对于社会福利？要邀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咨文，这是台湾民众党长久的主张，事实上也是赖清德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主动提出来的。他自己严重跳票了。根据立法院这款刑事法规定，会当透过全体立委1/4以上提议，经院会决议了后，摆定议程邀请总统报告国家大政方针、加重要政策，也是由总统主动自请立法院同意了后，进行国情报告。对在野党发声，民进党团讲爱符合规范。注条之一规定，立法院每年都可以邀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不管是立法院邀请总统来，或者总统主动表示要来，都必须在合宪的原则之下。
党团书记长陈培如嘛话讲真赞同，除了合法，也希望立法院会当愿意支持预算，让政府会当理性去讨论特别预算对台湾的意义。记者采访报道。国造畅水南海鲲号进度去前到11月交准跳票，不过今日搁再出海，只是海鲲号头一届连续2天出海，进行第5届铺航测试。另外，中科院是2年了后呢，伫昨暗，搁伫咧屏东的九平基地和台东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这飞弹的高度有到30公里高，外界推测讲，将有可能是咧测试天宫3精天型的防空飞弹。花絮换比民众加油声音，国造舰南海鲲号连续2天出现，2八早起8点左右对高雄港出发，执行第5摆铺航测试。这是海鲲号头一摆连续2天海试，外界认为是大船赶进度，也là当时的赛道力减航的测试。专家认为，除了必须通过全南水密接的随航测试，就也看不出海鲲号是不是启动主机航行。慢速的话，它可以用电池推进，也可以用车叶来推进。说真的，外界呢可能不容易晓得它的我们叫发电机或者说电池的寿命，也不能说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烂尾件。所以我觉得该要增加预算什么的就赶紧增加预算。海鲲号身为国军架头的水下真重要战力，在个交准强行的跳票，那大船的面对违约赔偿，国军也面临检讨的声音。不过国防部27宣布，海军司令动华调任国防大学的校长，由参谋本部副总长蒋正国接任海军司令，时机真敏感，也引发大家的关心甲注意。从黄曙光到唐华以及接续的将领，按着既定的制度以及人才不断的培养，还有伤员的确定、合约的签署，能够循序渐进，逐步推展。另外，国军也另外一层高层人数变动，总统赖清德任命国安会咨询委员齐思俭出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齐思俭历任外交部政务处长、国安会议副秘书长。赖总统希望借齐思俭的国际战略长才，上做国防部长个立用。总统期望借重徐博士在国安与国际事务上深厚的专业背景与实务经验，相助顾部长为我国的国防革新与强化注入全新的动能。也啦，国造飞弹测试是传来好消息。中科院27暗时7点40分进行飞弹实弹的试射，这是中科院过2年，搁在伫屏东九平基地加台东的成功进行联合飞弹的试射，试射范围包含东南部一大片海空域。刚刚看到有没有很震撼？有，看看我们国家的那个防卫器有没有在精进。中科院搁在伫东部海空域进行高强度飞弹试射，飞弹升空高度大约是30.48公里，挖近太空边界。军事专家推估，真可能甲天宫3精天型防空系统有相关。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的职灾重建中心昨爆出这场霸凌事件，一个查某员工指控讲，伊有薪的时阵去互主管用监纪和人际关系霸凌，时间未到1年，连请假也互刁难。劳动部长洪新涵今证实讲，今年顶半年人事改组进程确实有发生霸凌申诉事件。那这个互指控霸凌的主管离职了后，说去告这投诉人也个证人。劳动部表示讲，会提供这寡互过人法律协助。3番2次的传出所谓的霸凌劳工的事件的时候，显然劳动部在这过去这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深刻的得到教训。在野党立委看袂落去，向劳动部呼吁讲爱改革。进前才发生分署长谢利用牵涉这场霸凌，即马劳动部职灾重建中心，搁再发生霸凌事件。一个查某员工伫有薪的期间，受到主管言语甲相关的霸凌，时间将近要活1年。因若请假去用刁难，主管搁伫咧会议中暗示造谣讲伊唔做事，致使去同事排斥孤立。虽然霸凌案已经确定成立，不过主管离职了，率向受害者甲作证的同事提出告诉，要求赔偿。在我们今年上半年，重建中心人事改组之前，那确实是有这个霸凌的申诉案件。那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要求重建中心要给这些被告的这些相关的证人，包括外部委员，一切的法律上面的协助。劳动部长洪新涵嘛证实讲，当时已经找外部专家做委员来调查，嘛有相关的处置。今年顶半年的人事改组
就是希望重建中心有新团队的带领，会当改变过去无好的风气。我们尊重个案的作为，但我很肯定，我看到劳动部也就在昨天、今天颁布了一个新的作为政策，就是要求所有的在台湾的企业，如果对于孕妇有任何不当的对待、不利的歧视，都可以来公布，也就是列为社会要共同抵制的歧视孕妇的黑名单。劳动部虽然对个案无意见，不过嘛表示讲未来会用具体的做法，除了扩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专案检查，另外对于怀孕歧视的企业，卖明确公布款式和事业单位甲负责人的名示，要为法制面解决有心妇女伫这场常常拄到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今年10月出世的婴仔敢若9000多人，死亡人数却是要16000人，已经是连续58个月是这出世的婴仔平死亡搁较少。今年累积到10月呢，这婴仔是无到10万人。在野党的立委就呼吁政府爱重视少子化的问题，这少子化也影响到地方的妇幼病院，有真侪警拢宣布讲年底就要收起来啊。真侪新囡仔生了的负责人会选去带做月内的中心，透过专业的照护，帮助新手妈妈来度过产后的恢复期。不过最近几年，准妈妈是愈来愈少。伫新北市10指一间有名的做月内的中心，资深产后护理之家宣布讲今年底会结束营业。当地妇女听了拢错一个。如果说之后要坐月子的话，会跑到外县市，还是会比较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啊，价格又比较贵，就。大家也可能比较不想生吧，因为现在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生啊。而且讲那这好兴医疗和医人综合病院合作的好兴医人妇幼中心，进驻桃园优美八栋，是在地妈妈真重要的妇幼医疗选择。进前嘛宣布讲年底就要停业，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在野党的立委讲，伫少子化的风潮之下，若是产业受冲击，医界嘛真欠儿科医师，呼吁政府爱重视。北荣有4科儿科总医师都留不下来哦，那他们自己开业，那无独有偶，我们现在包括在台大，我们的住院医师在去年也没有招满。成大医院的小儿急诊连续15年没有年轻医师加入，0015年，少子化本来就够严重了，那现在小朋友生病了，没有医师能医治啊。从住院医师的养成，我们就有津贴给他，每个月就是有1万块，那么给他。那么小儿外科呢更高，1个月可以到3万。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今年10月新生儿敢若9458个人，死亡人数要16000人，已经连续58个月出事的人比死亡的人搁较少。今年1月到10月新生儿的人数加起来，阁无到10万人。少子儿化的问题已经真严重。卫福部强调讲，已经拟定儿科住院医师留任奖励计划。若是完成训练，当年上悬会当领12万的奖励金。希望儿科医师会当居任，维持病院照顾囡仔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为一个80岁陈先生，最近半年呢，伊双脚悍步行路会喘等等，本体掠准是家己食肉啊，检查了后，却是心脏的暂无办夹袂起来，害心脏的负担愈来愈大，功能也衰退。医生表示讲，真侪人拢掠准讲是家己食肉体力变歹，颠倒延误就医。陈先生80岁，10月底心脏动手术了，即马身体正勇健。伊讲半年前身体无爽快，食袂落饭，容易喘。拄开始就是讲是因为年纪大，活动量少才安尼。倒也疼，坐也疼，拢疼。像我饭哦，食2喙就不爱食。我也无流鼻，也无扫，是要看安怎？伊是硬我呢啦。尾也愈来愈来。厝内人讲一开始无甲伊注意。不过半年来症状愈来愈明显，甚至骹水肿。医生看了发现是心脏的声膜瓣闭锁不全，造成心脏长期负担扩大，功能衰退。声膜瓣它是一个很独特的瓣膜，这个瓣膜会让你引起肺水肿，所以你常常会坐着不适，躺着也不适。一旦你躺下来了，肺部的水就会淹上来。医生讲，甲心脏的离间瓣脱离无同，声膜瓣闭锁不全，会造成血液回流到肺，若较严重会影响心脏的功能。水肿的情形会自肺一直扩大到骹手，甚至有性命危险。虽然发生机会是1%，不过初期症状无明显，定定就是讲家己脑化正常现象，延误就医的时间。
生茂瓣是由身体5个组织所构成，所以每个组织如果有问题，就有可能产生这个生茂瓣闭锁不全。很多的老人家，第一个就会觉得我自己很老了，我不敢开刀，那都是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要来动手术。医生讲，这种病症发生的原因不明，不过许多人也有发生过心脏病的患者是高危险族群，所以身体若无爽快，就要赶紧给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黏咪寒黏咪热，气象署今日公布冬季展望报告，推测今年的寒天呢是较温暖的，而且袂遐寒，雨水量也较少寡。这份好天的天气，拜高各地高温在22度至26度。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减弱，天气回温。北部、东半部日时温度有机会来到28度，中南部也会来到30度。明天一直到周一这段时间，在白天的高温有机会来到26到28度左右。白天的高温比较偏高，所以其实日夜温差比较大，要留意可能在西半部会有10度左右的一个温差。刷落来变天的时间，伫咧后礼拜2到拜4，到时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各地低温伫15度至16度，北部、东半部也会转做湿冷的天气。下周2到周4有一波东北季风带来比较显著的，尤其对北台湾来讲，会有比较显著降温的一个情况。那刚才提到了最低温可能在15、16度左右。另外，气象署拜五也公布冬季的气象预报，根据资料推测，今年寒人反声音现象的几率较大，而且气温也会较温暖，袂伤寒，雨量也会较少。就温度来说，12月大概是以正常的几率为主，那到了1月跟2月，则是以正常到偏暖的几率稍微高一些。那至于降雨的部分，12月到隔年的2月，大致上都是以正常到偏少的几率是最高的。根据气象署的资料，今年秋季9月至11月，台湾平均气温是偏温暖，平均温度有26.5度，创下1951年以来上热的秋天，雨水也较少，落雨日敢若26.5天，是1951年以来第5少。气象署提醒，虽然今年寒人较温暖，不过陆续也是有冷空气落南。另外，冬季是西半部的大水期，气象署提醒民众用水要用较省的，唔通浪费。记者陈亚轩、林巧凯台北报道。台南北河出产莲子含莲藕，受到7月丹那斯风台的影响，产量大减，莲子剩4成，当日采收的莲藕剩3成尔。这农民讲是有史以来上佳产的。为了要振兴地方的产业，北河商圈和区公所伫12月初5举办活动，希望民众大家做伙来交关。选了伫咧冰土甲莲藕挖出来，共每30位的工作人员就会当落去采收，接落来甲这的莲藕送去加工。北河永安里的莲花农民真辛苦，透早6点就出门做事，不过产量是减真济。因为这种莲藕吼，伊足惊台风，台风若甲你摇咧，我甲你讲，伊的内底的生长吼，就无法度啊，产量就会减少。迄个1分地吼，拢差不多200几斤，今年有的无100斤。差不多3成而已，10斤左右就洗1斤莲藕粉。对，今年要20斤以上。7月丹那斯风台透强风落大雨，造成大量的莲花烂去，影响后续莲藕的成长。过去1分田大约会当收成200斤的莲藕，但是今年差不多剩80斤。目前市面上1公斤的莲藕粉至少要500块。风灾严重冲击地方产业，北河商圈甲北河公所也要伫12月初5办活动，带动商机。丹那斯台风后，造成我们的不管是农业或者是房屋受损的很严重，然后现在已经复建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然后请社区还有大家各位我们的白河的里民，共襄盛举。过去受到欠人的影响，工资的成本直直起，种的民众已经愈来愈少。地方基台办活动，除了感谢风灾各界的协助，会邀请民众来支持在地农民，了解北河莲花乡买人的所在。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大树区是高雄重要的水源地，所有民代反映讲，这高屏溪附近的高屏水坝和河流水储水站的溪边有真侪早期粪扫坑大场的粪扫，今年几落届风台了后，这粪扫拢走出来啊，甚至流到溪内面。要求市政府就要彻底解决这个旧问题。那市府表示讲，会先来征收报花，会向中央争取经费，把这粪扫总清掉。
水岸边出现真侪粪扫袋啊，有一寡袋啊内底的干啊管啊，拢已经走出来，沿水岸边拢会当看到规大片的粪扫。高雄大树区高屏溪瓦郡高屏水闸甲地下水储水站的溪边，有一寡粪扫已经流对水尾去。民意代表讲，这唔但会影响水质，嘛会破坏环境。垃圾它已经很久的垃圾都被冲刷出来了，你让它冲出来，变成说你变成二次污染了。本来你污染在这里，你又让它水源整个都往下游一直飘一直流。当然是我们是期望能够这样子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公部门能够介入。然后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能够解决，啊，因为这已经是长年来累积下来的。市政府讲，这原本是高雄县大树乡公所伫民国83年到86年更家庭粪扫的所在，要求则用绿化复育甲高滩地整边的方式处理。今年就高雨花叫风太大雨冲掉，粪扫才会走出来。我会先针对户案进行抢修修复工程，并清理裸露垃圾与覆土。高屏溪是高雄地区民生用水重要的来源，当然会引起忧心。环保局表示讲，盐湾桥当年使用3年了，就袂阁进粪扫，后续嘛有焚化炉来处理家庭粪扫，雨花抢修好，就会继续清除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林园苦架古厝呢，这八月传出土地被予人，规栋100年旧厝会甲撸掉，真侪民众唔甘这壁栋顶头的传统花砖就安尼毁掉。除了翕相记录以外，也还有相关单位来抢救。在地机关虽联络台湾花砖博物馆来斗3工，用3工的时间顺利甲顶悬800花砖图拢甲伊咬落来。官方表示讲，这修复需要1年时间，日后呢会放伫咧博物馆展览。台湾花砖博物馆的师傅摕电动针啊，伫拍壁，那下手的动作爱紧密，佮随时注意花砖的状况。因为高雄林园这栋苦架古厝，正新壁道顶悬砖塔的花砖，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官方讲，古厝壁道的阿摩图有30公分高，要安怎甲花砖图完整摕落来，真是考验师傅的技术。这不能挤哦，所以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因为一旦震动太大的时候，花砖就会裂开。林园苦架古厝伫8月传出土地转卖，新地主要甲古厝规栋撸掉起店面，迄当阵就民众画写，希望会当保存壁道的珍贵花砖。有机关接到消息，去甲地主协调，当时找来花砖博物馆斗3工，用3工的时间，才甲顶悬的800花砖图完整保留落来。官方表示，无论是忠孝节义的故事，还是孔雀牡丹的花草，拢是100年前台湾艺术一笔一笔手工画出来的。亲像这款的花砖图，都连伊的博物馆即阵嘛，敢若几十百年，相当的珍贵。像庙宇的门神一样，都是只有一幅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想把它保存下来。那因为高阳堂的花砖，它其实没有署名是谁画的，不过它的工笔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有可能是有专家说它是红华画的。感谢博物馆，马上也跟我们做了横向的联系，派了技师下来。那用非常精密的技术呢，用切除把这些过往的陵园风华保留下来。虽然100年古厝留袂掉，不过刚才有这花砖图会当带咱见证台湾传统社会甲文化水。官方表示，修复工作大约要1冬，除了甲阿摩图吐好清气，还要浸入水洗白净。到时修复好势，就会放伫馆内公开展览。记者邝家祖、柯昭阳、高阳昌报道。伫咧300年前，郑成功渡过乌水沟，带兵来甲荷兰人赶走。迄段历史呢，平常时啊，敢若会当出现伫咧课本内面。即马有游戏公司甲这故事变做是倒仔伊，为着要重现迄个时期的感觉，游戏要用全台语来设计。这阵人即马咧耍的是全台语的倒仔伊，即届用郑成功拍红毛人做主题，内容结合历史庙宇和满满的台语元素。这要安怎念？我唔知，你查看卖。我查看卖。调兵。调兵。若是袂晓讲台语嘛袂要紧，逐张卡片顶面拢有 QR code， 扫一个唔但会当听到地名，佮会当甲你讲历史的故事。传说中的乌水沟是足危险的，6死3流1回头。像我迄台语就破烂，所以我迄内底字我拢无啥物响，迄都摕起来唔知要安怎念，我都
扫 QR code 问老师，老师就会教我念。因为这是300当前的故事，真侪历史，包括台语的地名，拢是需要经过研究的。这届游戏公司嘛特别邀请语言学者洪伟林先生、台语教授蔡慧民翻译，甲台语主播郑家豪来做录音，希望会当甲上正确的台语传播出去。伫咧台语的倒阿姨的这个市场来讲，其实是差不多伫这几档才开始有。所以我感觉这边这个电成功的这个倒阿姨的这个部分，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势啊，而且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真创新的想法。阮考究就侪物件，历史、地理啊，台语的就拼音就拢爱就精细。为着要让耍倒仔的民众感受300当前生命为台湾战斗的决心，这届游戏嘛以跋杯求神的方式来决定生死，延续台湾人有败有保庇的精神。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对1945年到1992年受到白色恐怖统治，伫言论、思想、主动等等，拢有各种限制。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会当用各种形式来传达这段历史，就和出版社合作推出诗集《暗房以光》，透过文学的力量来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也就爱珍惜今麦自由。未离开的暗暝，互我搁看一下阿爸的心肝宝贝。向阳读的这首诗是《暗房含光》内底其中一首诗，主要内容是咧讲台湾过去遭遇白色恐怖的状况和心情。向阳讲，这本册有67位作家，171首诗，有华语、台语和客语，希望经由这本册讲过去的历史。语言的部分呢，因为大概有差不多70-80年的时间，白色恐怖有将近50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底呢，台湾的诗作、台湾的诗人，有无共款的写法，比如华语上济，台语的诗人嘛袂少，另外还有客语。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因一直希望会当透过无共款的形式来让大家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所以才伫白色恐怖文学系列内底推小说和散文。即马佫推出这本诗集，希望透过文学来反映心声。转型正义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工作我想我们都希望透过所有的这些不管各个面向，都希望能够来呈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发展。国家人权博物馆讲，台湾为过去威权统治，行到即马的民主社会，是经过一段真黑暗的过程。希望透过文学讲出真相，也希望提醒大家珍惜即马的自由和尊严。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华府的国民兵防开枪，犯案的凶手拉坎瓦尔向亚讲，伊是2011年拜登政府任内到美国的阿富汗移民，却唔着批评讲，这伤过冷的移民政策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发生事故当天，却唔着宣布要停止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申请，27国再下令全面重新审查19个高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伫佛州海湖庄园对美军部队发表感恩节谈话时，表示华府2名敌军时互凶手射杀的是维吉尼亚国民兵，只有20岁女兵贝克斯特罗姆已经不治死亡，也那24岁上司沃尔夫正伫甲死神搏斗。伊刷来以严厉口气讲凶手是一个野蛮的怪物。As you may know, DHS has confirmed that the suspect is an Afghan national. Flown here by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who was such a bad administration. And I have a picture of a plane.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when they came in. It was total bedlam. Do you remember? 联邦调查局长巴特尔迄天伫华府记者会表示，正以恐怖主义攻击来调查这个案件，并且证实29岁凶手拉坎瓦尔伫阿富汗战争期间，捌是中央情报局 CIA 合作伙伴。I also spoke to Director of the CIA John Ratcliffe last night and Secretary of War Pete Hegseth. There is confirmation now that the subject had a relationship in Afghanistan with partner forces. 根据了解，拉坎瓦尔是美军对阿富汗撤退了后，2021年经由朋友特殊移民计划来到美国。拜登政府当时是伫两党共同支持之下，为着庇护8甲美军合作过阿富汗人，避免受到塔利班政府报复，推出这项计划，总计有将近77000人受到帮助。
美国 CBS 新闻的消息指出，拉坎瓦尔2024年伫美国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并且伫今年初被核准。因为伊的绿卡申请案件是即阵也伫咧审核。另外，川普已经用伊所犯的枪击案为理由，下令停止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申请。上来讲，民间移民服务局局长埃德洛27日对外讲，方面全面来重新审查19个高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人。媒体进一步的问讲是倒19个国家，讲民间移民服务局爱记者去查看北京6个所发布的公告，出现伫名单顶面的有阿富汗、古巴、海地、伊朗、索马利亚，也有委内瑞拉这国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俄乌战争的和平协议真又搁卡掉啊！这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讲，若是乌克兰无要放弃这罗西亚已经控制地区，因的军队就会继续战。从欧洲西比路的罗西亚总统普廷今日去大厅，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和平协议的进度，伊表示，正常甲美国的谈判代表来针对和平协议讨论，也制定28点的计划，过来交予美国向乌克兰提出，美国甲乌克兰也伫随时一个话举行会谈。Ну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4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отдельных. В целом, да, и нам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ередано. В целом мы согласны,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ожено в основу будущ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普廷表示，罗西亚已经注意到美国当日提出的协议当中有考虑到罗西亚的立场，不过依然有包含领土的关键议题爱讨论。这份协议刚开始佫因为严重偏向罗西亚要求，受到欧洲议会谴责，以401票赞成、70票反对、90票弃权，通过谴责决议。虽然安尼，这个决议也敢若是表达欧洲的态度，无实际影响。因为普廷认为讲，即摆乌克兰政府是非法的政府，因为乌克兰无搁再举行总统的大选，因为安尼签任何的文件拢全然无意义，任何的和平协定拢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伊搁同个表态，战争也是和平的选择权掌握伫乌克兰的手头。若准乌克兰无愿意放弃罗西亚控制的地区，罗西亚会继续用武力扩大行动的范围。В плане Трампа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де-факто они признают якобы его за нами, но не де-юра. А как это? Как к юристу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 Как это де-факто, но не де-юра? Это 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ш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за то, что обратили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Вы правы, это один из ключевых моментов. 目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美国甲乌克兰会伫后礼拜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伊会和双方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外媒报道，罗西亚目前占大约20%乌克兰的领土，包含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赫尼松等等的所在，面积有115600平方公里，是2022年以来推进速度上紧的一年。虽然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对和平谈判的外交进展表示乐观，但是欧洲各国有关这支罗西亚敢真正有心要结束战争？公视新闻陈时同编译。面对罗西亚的威胁，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当地时间27宣布讲，会设立一项新的志愿兵役计划，针对18、19岁青年无分查甫查某，对明年热天开始做兵，先做10个月。另外，瑞士也拍算要发起公投，把这兵役制度改做是无分查甫查某全面做兵制度，来取代现有查甫强制做兵的制度。伫运输机降落了后，士兵随落来戒备，刷落来一台搁一台的军用车，才紧对运输机顶管驶出来。为着应对对罗西亚来的地缘威胁，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当地时间27宣布讲，会部分男女设立一项新的志愿兵役计划。Je veux ici insister sur le fait que le service national concernera seulement des volontaires et le cœur sera constitué par les jeunes âgés de 18 à 19 ans. 因会以军人的身份来服役，得到制服、薪水和装备。逐个月的薪水是至少800欧元，合台票差不多29000。各享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75%火车票的拍折。服役的过程会伫武装部队内面进行，而且是武装部队部专权负责管理。未来伫国家发生重大危机的时阵，议会会当授权定调。伊阁希望志愿役计划会当一步一步扩大，甚至会当甲制度列入法律。3000 jeunes seront choisis pour effectuer le service national à l'été 2026 et les promotions augmenteront progressivement pour atteindre 10 000 jeunes incorporés en 2030. L'ambition que je porte pour la France est d'atteindre 50 000 jeunes
en 2035. 在马克宏宣布设立志愿兵的制度之前，民调显示讲18岁到25岁的少年人对军队的支持率是真高。马克宏表示讲，法国未恢复征兵制度，但是男性军队的模式符合未来面对的威胁和风险，会当更加有效来应对渐渐无稳定的地缘形势威胁。另外，同款是欧洲国家的瑞士，是决定在30举行全民公投，和民众家己来决定敢要用唔管男女的全民强制服役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男性强制兵役制。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这回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吉人台北糖新竹对15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5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4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